近段消息来看，总统蔡英文新提名的4位大法官，伫个立法院进行投票。国民党痛骂讲，被提名的大法官拢有正当的意识的形态，讲大法官全家拢是小赢家，所以拒绝投票。不过民进党的立委占优势，所以4位提名人也是全部过关。 立法院议场内，当咧行使4位新提名大法官的同意权，但是安怎看，就是要看到国民党籍的立委拒绝背书，拒绝背书。第二场外大法口号，那也立委无要投票，拒绝为总统蔡英文提名人选背书。意识形态非常的浓厚，基本上不适格。大法官为绿化，大法官全家都是小英全家。 但经过投票，司法院秘书长卢泰龙、科选部长蔡宗珍、台大法学教授谢明阳，高雄高等行政院法院法官兼院长尤惠钦全数过关，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/2之同意票。立法院另外一个焦点，就放伫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案。伫2016年5月20日，蔡政府上任后的农地违章工厂的断水断电听图，以前存在低污染工厂辅导合法。工厂辅导管理法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它合法化啊，所以在这个合法化需要有一个力度，所以这次我也特别主张要有所谓的落日条款，要确保这些零灯工厂可以合法化。因为强调司法希望捍卫台湾的农业安全、环保甲公安。